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这礼拜开始，咱要继续来看箴言中间，特别是有关讲话智慧的相关的主题。咱今日要来看讲话上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爱讲诚实的话。所以牧师要讲承诺的智慧这个题目。免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透过你的话，搁一遍来帮助阮，互阮会当调整阮的生命。主，求你除去阮生命中间你无欢喜的事，用你的话来清洗阮的心肝，互阮哪来哪合你的心意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其实咱拢知影，咱是活踮伫一个讲话欠缺公信力的时代。特别咱看见到即马台湾的迄个，莫讲台湾，其实全世界迄个港骗诈骗这件代志真恐怖！我前几工带迄个传道书的训练，因其中有一组咧讨论即个台湾的诈骗。伊讲根据统计，台湾一天的诈骗是3亿。我听咧较恐怖，讲敢真正安尼，较有遐尼一人会向骗去，就是咱显出一件代志，就是讲，咱看见到即个世间真侪人讲话无算话，空嘴无舌。特别你若拍开电视，还是听广播，还是看即个手机或者报道。特别是政治人物，常常为着要当选、要选票，乌白开支票，互选民一个足大的期待。当伊当选了，发现甲伊讲拢完全无相共，互人真失望。有一寡人嘛感觉讲，介像讲遮的，毋免负啥物责任，反正。过一段时间，大家就袂记起啦。等后一遍选举，过来开一遍支票就会使啊。所以咱活踮伫即个世代中间，咱真正爱有一个觉悟，就是咱做基督徒的，爱甲即世间无共款。咱今日所读的经文，第一段经文安尼来讲，答应人要送礼物的，结果，无要送礼物，咧讲礼物偌好，拄亲像有风有云，但是无落雨。在圣经中间，互咱一幅图，这幅图是讲，经过真久的旱灾，拢无落雨，突然间天边出现一片乌云。互人感觉讲，介绍要落雨突然间佮起风，我感觉抱着足大希望，讲雨水伫要来啊。结果有风有云，但是却无落雨，互人真大失望。圣经用这个图样来表现，来做一个譬如，一个人答应别人一件代志，却做袂到。好亲像，为着要互人有一个好的印象，开永远无法度实现的支票相款，一直咧乒乓伊的礼物偌好，但是却无要送出去，最后总是互人失望。所以失信是人伫品格顶面的问题。也会互人甲人中间的关系产生冲突，所以咱今日要来面对这个软弱。实际上，
咱来理解，咱做上帝的门徒，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做一个守信用的人，上界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。咱也知影，上帝的本性就是信实。规本圣经中间，拢咧证明这点。咱若看圣经，对第一本看啊上尾一本，拢咧讲咱的上帝的本性，就是慈爱，就是怜悯，就是信实。上帝就是讲话算话，伊甲咱约定的代志，伊一定实现。申命记第7章第9节讲：你若知耶和华恁的上帝，伊是上帝，是信实的，是信实的上帝。听伊守伊诫命的人，守约是慈爱，直到千代。这个说明上帝是一个守信用的上帝。咱若继续看，无论是历史册，无论是智慧文学，比如讲箴言、诗篇，或是特别诗篇内底，拢去讲起着真济，这个上帝是信实的上帝。咱若看到先知书，先知嘛一直咧讲，恁所信仰的上帝，以色列百姓所信仰的上帝，是一个信实的上帝。比如讲，咱若看何西阿书，何西阿书特别用迄个婚约来代表上帝甲人中间的关系。讲以色列啊，我要娶你做某。我要对你仁义公平，用慈悲不变的听款待你，互你永远属于我。我要用信实带你归我，你就认捌我是上主。而且，上帝要带以色列百姓做伊的某，而且是用信实一个坚定的约定来坚持这个婚约。表明伊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上帝，一定遵守对百姓的约。所以，说明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。咱若继续来看，新约圣经嘛一直咧强调上帝是信实的上帝。福音书、保罗的批信，甲其他的批信，拢再说明上帝是一个言出必行、信守承诺的上帝。所以，咱的圣经叫啥货？叫做新旧约圣经嘛。伊是一个约，上帝甲咱约定，上帝甲咱拍契约，伊就照这约定来实行，伊袂违背伊的约定。上帝讲，咱若做伊的百姓，顺探伊，照伊的命令行，信靠伊，伊就要赏赐福气予咱。这是上帝甲人的约定。伫新约，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为咱带来救赎，咱就有一个生命之约。所以咱等下要守圣餐，要甲主同坐道，这就是咧，搁一面提醒咱甲上帝有一个约定，是耶稣基督用伊的身体，用伊的宝血，为咱献出的这个约定，这么坚定的约定，上帝无违背伊的约定。所以对圣经中间来看，上帝就是一个信实的上帝，这是上帝本性之一，伊袂改变。而且上帝的信息毋单单记载伫圣经，也是咱人生的体验。我相信咱信主，无论你信主偌久，咱应该拢会当去体验到上帝是信实的上帝。上帝若伫圣经中间有应允的，伊的确照伊应允安尼赏赐予咱。我嘛会当做一个见证。我服侍主，就是讲上医毕业了，开始服侍主，30几冬。伫这30几冬中间，我有做主个祈祷。我若为着教会祈祷的
上帝拢照即个祈祷实行伫我，互我看见。啊，为家己祈祷也不一定啦，吼，因为我尾仔去反省，有时家己祈祷吼，迄是我家己的意思，毋是上帝的意思。啊，但是为着教会祈祷的，我拢看见上帝拢实行伫我的中间，互我看见，而且信息的上帝。啊，当然为我家己祈祷的嘛是有啊。譬如讲，我破病即件代志，我伫58岁之前吼，拢应该算做身体袂歹啊吼，算健康宝宝吼。咱知影几当前我破病，破病时实在是真痛苦。迄个时阵吼，真正感觉讲，人若无破重病吼，无法度迄个体验嘛吼。迄个时阵我嘛对上帝祈祷讲，主啊，我捌甲你约定啊，吼，我捌甲你誓约，我要一世人服侍你，吼，我毋知我会当服侍到当时，吼，毋知敢是到即摆为止啦，吼，但是阮破病迄个时阵为止，吼，但是上帝啊，若是你允准吼。会当互我阁服侍你几冬，我会真用心认真去完成你交代我的职务。求你怜悯我，求你看顾我。当然，伫真侪护理人员、医师的帮忙下面，我的身体渐渐恢复。其实我有甲大家讲过吼，我咧治疗过程中间是拢无艰苦啦吼，迄治疗了迄个副作用吼，互我足艰苦啊吼，就是讲，喙拢破去啊，无法度食物件嘛，所以就身体就散落去吼。佫有一项就是，因为我做迄个放射线治疗吼，有一个副作用就是，伊会失去迄个味觉啦，就是食物件无味啦，食物件啥物物件拢无味哦。我会记迄个时阵，阮小妹带我去食迄个青草，吼，食迄个人讲食免惊，食到饱的，吼。迄逐项我食就是拢无味啊，拢做歹食的。我本来是做爱食的吼，结果迄个物件食了做歹食。人讲迄牛排偌好食，我食了吼，我老阮无顺着讲。迄食起来那亲像咧食纸箱仔的，我无顺着讲，你是捌食过纸箱仔哦？就是拢完全无味啊！迄就足艰苦，因为我最爱食物件，都食了拢无滋味哦，就自然而然就无爱食。结果差不多经过8个月了吼。有一天，我就咧食，我煮一碗面咧食，我就想讲来，我过去最爱食咸啦，吼，食较重口味的吼，我就来放一条咸，我反正食也无滋味啊，放一条咸一点仔尔哦，叫食来吼，我迄咸会放大，突然间拢感觉我好咸的啊，我你毋知影。迄时我偌欢喜诶，讲哇，第一届讲食物件有味啊，吼若其他的味道拢无啦，就是那咸尔。结果过一段时间了，就渐渐所有的迄个味觉拢恢复啊，吼，所以到即摆拢完全拢食会出来啊，吼，所以即摆请我食啥物，我拢食会出来。只是讲有时因为喙烂较少，所以有时爱啉水。伫这个过程中间吼，我就去真正去体验着上帝的信息啦。伊一步一步咧引导我，互我会当继续徛伫讲台顶面吼。因为我著上帝讲，你若互我喙破袂当讲话，吼，食物件无味，都无爱食就无体力。安尼我是要继续服侍，所以上帝照伊的信息，
互我会当继续服侍伊。我实在是感觉真感谢上帝。所以牧师今日要甲大家讲，咱对圣经来看，也是讲咱个人的体验，咱拢知上帝是一个信息的上帝。所以既然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信息的上帝，咱做伊的百姓的，咱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，咱嘛爱变做一个信息的人。因为这个信息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命令甲旨意。咱对遮所读的第二段圣经，安尼讲，伊讲耶稣讲吼，恁听去古早人的教训，这旧约的律法，安尼讲，毋通违背你下愿，你下愿得个爱执行。耶稣伫遮介绍咧对咱讲。伊讲旧约的讲法是安尼，伊讲，但是我甲恁讲，恁根本袂当就抓，袂当下愿，你袂当指着天下愿，袂当指着地下愿，袂当指着耶路撒冷下愿，甚至袂当指家己的头下愿。恁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搁再加讲，就是出自迄个歹。耶稣为什么安尼讲？因为咱知就抓是讲下愿，原本就是讲人要证明家己所讲的、所做的代志是确实的，所以因会用这个下愿来加强家己的讲法，爱别人相信。但是真侪人用上帝的名来下愿，家己却是软弱。袂记起家己所下愿，也是故意违反家己所下愿。所以摩西律法中间就严格规定讲，恁袂当指着我的名来发假的咒诅，侮辱我的名，我是上帝，恁的上主。所以因为人遐尼软弱，所以有的人就会指上帝去下愿，却无达成。所以律法中间袂当安尼做，所以一些人因就故意无要安尼做，因因就用另外一种变巧的方法，因就指天下愿，指地下愿，指耶路撒冷下愿，甚至指家己的头下愿，但是耶稣讲，咱毋免安尼做。绝对袂当安尼做，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，地是上帝的脚踏，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君王的城。咱的头毛，咱连互头毛变白还是变乌，拢袂当控制，拢是上帝咧掌管，甲上帝拢有关系。所以毋通用这咧故意要闪避上帝的名。耶稣咧讲，要做我的门徒的，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搁再加讲，就是出伫迄个歹。耶稣基督伊的门徒是一个忠实可靠的，伫遮重点毋是讲下愿是毋对的，耶稣是要叫咱用更较谨慎的态度去控制咱所讲的话。无其实咱生活中间。也是讲，咱的信仰中间嘛有真侪下愿。比如讲，要结婚的时阵，就爱伫上帝面前立约啊。甚至咱2礼拜之前有人洗礼嘛是伫证人甲上帝面前立约嘛，甲上帝立约嘛。毋是讲袂当立约，是咱爱真谨慎这代志。毋当互咱所讲的话空嘴无子，凊彩黑白讲。咱要诚做耶稣基督学生，咱来表示出咱诚实的本性，互人知影咱本身就是一个信实的，是值得人信任的。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，你伫外面讲话无算话，人讲这也咧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如果你若是一个
讲话算话的人，人讲哦，这确实是基督徒，正港的基督徒，为主做好见证。所以咱爱了解，爱了解这点。所以牧师有3个提醒，帮助大家会当做行路的智慧。第一项，就是咱要当答应代志之前，咱先爱先做评估啦。唔通凊彩无经过思考就答应，答应了较后悔，佢做袂到。要评估啥？第一件代志评估讲，咱做这件代志，敢会当互上帝得到荣耀？敢会当互人得到利益？咱伫新闻中，敢嘛常常看到一寡人为着义气，答应人做一寡违反法律的代志，结果互家己别人损失，家己嘛损失。所以这袂当用信约人的人，咱莫答应啦。该事先评估啥？咱到底敢有能力去达成咱所讲的？耶稣伫福音书内底捌讲2个譬如。耶稣讲，你若要起一座楼，要起一间厝，你得爱先计算一下，这楼敢起会起来？爱开偌济钱？若无你无计划遮个，就安地起落去，结果起袂起来，看到个人拢来笑，讲这人开工却袂当完成。搁第二个比如讲，人一个王要去烧战，伊就先做一个评估，对方的战略安怎？伊若伊的战略超过我，赶紧去甲伊讲和，毋通烧战，无造成重大的损失。所以耶稣安讲这2个譬如，就是咧讲，你做一件代志，你答应别人一件代志进前，你着爱先做评估，家己敢有迄个能力会当达成，若通达成，你才通答应。所以这真重要，咱毋通凊彩胡白讲，特别是对囡仔，咱做长辈有时对咱家己的细囝有时答应一寡代志，做袂到你嘛想讲囡仔拢会袂记记。我昨昏就特别问阮后生讲木奇爸爸，你自细汉到大汉爸爸敢有啥物答应你的代志做无到的？伊老讲爸爸足济。我想讲有啥物代志？伊讲你有时答应我一件代志，拖足久较做。有时答应我要去带我去倒位，要带我去食啥物，到即摆拢还未达成。我想讲，哇，迄10几年前的代志，还阁记条条。你爱理解的，讲囡仔拢会记住，还是讲你答应别人的代志，别人拢会记住啦。毋通凊彩胡白答应。首先爱做评估，第二件代志就是爱信守约定。你既然答应别人你就爱尽力去完成你答应别人的代志。袂当因为家己欢喜还是无欢喜，放弃要承诺要做的代志。伫小事忠心，伫大事才当受交代。因为信守你的承诺，代表几个重要意义。第一项，咱无被邪恶所绑。耶稣讲，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若搁再加讲，就是出伫迄个歹的。魔鬼就用这种的空拍来攻击咱。所以咱来做一个守信用的人，表示咱无搁再受罪恶捆绑，是属于良善的。第二，咱伫人格顶面的受肯定。失信是人格一个足大的损失。失信的人得不到别人的尊重。但是倒边来看，
如果你是遵守信用的，会当得到别人的尊重甲肯定。啊，当然，你若要信守约定，就是你的本质爱是一个诚实、忠信的人。好，耶稣讲恁是，就讲是；毋是，就讲毋是。那搁再加讲，就是出伫迄个歹的，意思是讲，咱用诚实的心，将咱内心所想的表达出来，互咱言行一致。哦，这是咱上界好的信用表现。有一句话讲，诚实是上界好的政策。啊，咱嘛当安尼讲，诚实是上界好的信用表现。咱伫外面咧工作，人就是对你安怎做判断，对基督徒安怎做判断，安怎去了解你的信用，就是看你敢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，是一个信实的人。啊，所以，但是咱也爱明白，伫讲诚实话的过程中间，咱嘛爱有智慧。若无诚实话，也会诚做伤害别人的武器。圣经讲，多用疼心讲诚实话，凡事忠信，连伫元首基督。哦，咱伫周围嘛，咱常常看到一寡人讲话真直。哦，虽然讲的拢是诚实话，拢是正确的，但是会伤害到别人，会引起团体的冲突。哦，这是值得咱爱细腻的。讲诚实话的时阵，也爱用疼心，用适当的表达方式，互人得到造就。现在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时间拢爱讲话，有真侪时间拢爱甲别人约定。这是咱做见证上界好、上界重要的时刻。咱生命中间嘛有更较重要的就是甲另外一半的婚约，甲上帝的约定，咱拢爱接受，安尼会当互咱领受一生的祝福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愿恳求你甲阮三甲伫地。阮用诚实的心来表达阮心内所讲的话。主啊，阮等下要举行圣礼典，甲你同齐道。求你，互我记得阮过去甲你所做的约定。你帮助阮会当持续去接受这个约定，来延续你的性命。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